莫非这就是我们宁家的传家之宝？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大真大哥，我真是错信了你，更错爱了你。跟我走。叶小环，你现在做事越来越丧心病狂了。你别解释，舒姥姥已经把所有事告诉我了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好了，这次你可把小倩害惨了。她大概万万想不到，害她的人会是你。你现在还有胆子回黑风寨？我很好奇，你的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？我知道，在陶静哥的心里面，我聂小环早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蛋。事实上，我也确实做错了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不奢求你的原谅，我也不奢求姐姐的原谅。我想我的苦衷，早晚有一天你们会明白的。苦衷？你也有苦衷吗？不要说的那么冠冕堂皇、委曲求全。从一开始起，这么多人里面，最会打小算盘的就是你。不过我劝你，聂小环，就你那点小伎俩，别说我们，任何人都能看得明白。在这里的所有人，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包括树姥姥，还有杜月笙，他们哪个不比你聪明？别说我没有提醒你，别自作聪明，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那个时候，不但心愿没有完成，就连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了。陶静哥，我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，我就不怕冒险。反正我这条命早就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只不过是活一天赚一天罢了。废话，黑风寨不是你能待的地方，你给我赶快离开！道长，这就是我们家老夫人的灵位。
几日不见，天人永隔。道长，小四儿啊，你们家少爷在哪儿？少爷在花园等你们呢。这边请。宁公子，才分开几天，没想到府上居然发生这么大的事。伯母先逝，不可挽回，你要节哀啊！多谢道长关心。只是不知道三位是从哪里知道家母遇难的事情？是我师父。昨天我师父出去游猎，发现小倩在山崖上寻死，幸亏我师父及时救她，要不然的话肯定会酿成大祸的。听了小倩的话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老夫人已经仙逝，所以我们赶快来祭奠她。哦，宁采臣呐，我听小倩跟我说，你和她有很大的误会。你们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走到一起容易吗？小倩是一个什么样的妖怪？她是一只好狐狸，还是一只坏狐狸？你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采臣啊，不要感情用事，不要亲手毁了你们之间的这一段情谊啊！没错，我们也不相信小倩是杀害伯母的凶手。宁公子，你肯定是搞错了。我也希望是我自己搞错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。就让晚辈来替采臣哥回答吧。聂小倩或许本意不想杀害我娘，可是怪只怪她在娘面前露出了狐狸尾巴，被娘识破了狐妖身份，所以娘坚决反对采臣大哥和聂小倩的婚事，并扬言要赶小倩离开宁府。我想，很可能是小倩恼羞成怒，一时糊涂。不可能的，小倩是狐妖，书呆子早就知道，而且只要书呆子相信她，小倩不会在意别人的想法的。书呆子不是答应过小倩吗？要回去跟老夫人商量一下。以小倩对书呆子的信任，她完全没有必要去杀老夫人啊。那现场留下的打斗痕迹，你怎么解释？在娘的身上还有家祠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很多狐狸爪痕，除了聂小倩，还能有谁？最重要的是，在娘的身上沾满了狐狸毛。我也知道小倩本性善良，可是她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而误杀了我娘，也是很有可能的呀。我越听越听不下去了。杜月笙，你要搞清楚你的真实身份，你也是个妖怪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采臣他娘发现你是个妖怪，你就会杀了他娘吗？啊！前辈，你这根本就是无理取闹。人与人尚且性情不同，何况是修为有别的妖呢？我杜月笙别的不敢说，但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，跟他们狐族还是有所不同的。最起码，我可做不出来聂小环杀母的事。哎，你这个兔子精怎么回事啊？说就说，干嘛扯到小环那里去啊？没什么，她们终究是亲姐妹，做事如出一辙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你这个兔子精啊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好不好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小倩和小环那是两码事。够了，宁公子。道长，前辈，余生姑娘，宁采臣知道各位是好意，只是现在我已经身心疲惫，不想旧事重提。我和小倩是经历了很多的变数，可是最终还是有缘无分。这宿命已成定局，不管是他杀了我娘也好，还是没杀我娘也好，事情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宁公子，这件事情如果不搞清楚的话，那不就冤枉了小倩了吗？你于心何忍啊？就是嘛。哎，书呆子，你总应该跟小倩去谈一谈嘛。对不起，采臣大哥还在病中，不宜硬撑。如果你们真为他好，就不要再逼他了。燕大哥、严姑娘、前辈，不多留了，慢走。他赶我们！
兔子！师傅啊，你去。师傅，你去。我必须是你，你不去谁去？快点去！小倩，我们道长不用说了，小倩全都明白。明白？小倩，你都明白什么呀？宁采臣大哥还是怀疑是我杀了他娘，对不对？那小子脑子进水了。小倩曾经经历过生死，眼下的一切也可以放下了。这些日子，我想了很多，固执的争取本不属于我的缘分，确实有违天道，害了自己，更害了身边那些疼我爱我的人。这是上天给小倩的惩罚。小倩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小倩，我已经决定放下一切，潜心修行了。剑道长，请你不要多说了。小倩，你要知道，宁采臣他现在是鬼迷心窍了，他早晚有一天会知道他是冤枉你的，他一定会来找你道歉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和宁公子已经没有挽回的希望了，缘分到此，该做个了断了。谢谢你们特地来找我，可是我更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的选择，好吗？小倩，你受多了。还好。我听说你在宁家的遭遇了，我早就说过，那个宁采臣他根本不会善待于你的。这是我的结束，怨不得他。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袒护他呢？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我这次来，是接你回家的。回家？对啊，回我们幸福村的家。小倩，你就跟我走吧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照顾你，保护你，抚平你内心的创伤，好吗？不必了，陶金哥。小倩已经放下红尘里的一切，潜心修道。你也好，宁采臣也好，我都不想再招惹孽缘了。小倩，请回吧。就当小倩已经死了，以后再也不要来了。小倩，我对你的心永远都不会变，无论你是死是活。这又何必呢？陶静哥，你若真心为小倩好，就请答应我的请求，再也不要来找我了。这才是你对我最好的、最后的照顾。宁采臣那边有何进展？那小子就是个窝囊废。自从他母亲死后，他就茶不思饭不想。赵神剑的事情也就遥遥无期了。那杜月笙在搞什么？他也不劝劝宁采臣吗？杜月笙心疼他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让他去找神剑呢？舍不得也得舍得。你给我转告杜月笙，他要是再这么磨磨蹭蹭，我就把宁采臣抓来，逼他亲自去找剑。少主莫急，我去过宁家，
宁采臣的状态确实不是很好，硬逼着他去找神剑，恐怕也是白搭。陶静哥，小环倒是有一个主意，你要不要听听看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你。你给我滚开！陶静哥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？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少主莫急，不如听这个小妖把想法说说，我们再做定论也不迟啊。你还不赶快说？是，依我看呢，宁采臣不寻找轩辕神剑，是因为他没有找剑的动力。小环的意思是，不如趁机搞乱三界视听，引起多方对神剑的关注。这样一来，自然而然就有人帮我们提醒宁采臣去找神剑了。你再说的详细点儿。树妖姥姥，你可以让叶子妖放风出去，就说轩辕神剑横空出世，只要得到此剑的人，必定可以统领三界。而陶静哥，你也安排人马假意去寻找神剑。这样一来，血魔和燕赤霞如果要对付黑风寨，防止主人得到神剑，如此的话，他们就必定会找宁采臣去寻找神剑。然后我们再来一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认为呢？我觉得此计可行。少主的意思呢？得轩辕神剑者得天下，谁不眼红啊？是啊，这才刚开始，知道消息的人不多。再过2天，江湖人都听说这个消息，那还不抢红眼呢？就是说实话，咱们哥几个啊，都找多少天了？别说是神剑，就是神剑的毛都没找到一根啊！师父、师叔，听说现在江湖人士都在寻找轩辕神剑。哎呀，这些人渣！三界浩劫在即。不思如何团结抵抗，却利欲熏心，妄图独吞神剑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江湖纷争，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得到神剑，然后号令天下。有的时候，人的贪念真的是很可怕，它可以蒙蔽人的智慧、人心，让一个人变得残忍、无耻。现在江湖上已经开始不顾一切的厮杀了，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啊！赤眉道长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出手平乱呢？江湖事江湖了，我们道家讲究无为而治，顺其自然。以贫道愚见，此事我们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赤眉道长，您要是不插手，受益最大的就是妖界的黑风了。说实话，如今的三界，就属你的威望最高。你就忍心看着众生受苦，把三界拱手让给黑风这个恶魔吗？是啊，道长，你可要三思啊！师兄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别说了，我主意已定。怎么那么奇怪？刚才梦到的新娘到底是谁呀？
是不是杀死宁伯母的凶手呢？为什么我总是做这些奇怪的梦呢？难道那个新娘就是凶手，就是杜月笙吗？喂，臭道士，你在干嘛？既然心神不宁，就不要练功嘛！你这样容易走火入魔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有什么事吗？喂，我本来啊是找你商量小倩的事情，结果你不在，我猜你就在这练功呢。你作为修道之人，不是讲究心法合一吗？怎么会在练功的时候走神呢？你这么做很危险的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昨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中宁采臣与人结婚行礼，可是那个新娘却不是小倩，我怎么看都看不清楚，那个新娘到底是谁？后来我醒了之后，一直都很不安。哎呀，你都说了，只是一个怪梦而已嘛，所以不要担心了。再说了，你作为一个道士，应该灵台清净才对呀，怎么会总做这些稀奇古怪的梦啊？我也很费解，但是事关聂小倩和宁采臣的情缘，难道是对他们两个人有所警示吗？有所警示？楚道士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啊，宁采臣结婚，但新娘居然不是聂小倩，这是不是预示着两个人恩断义绝呢？恩断义绝？哎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告诉你啊，他们俩的缘分是躲都躲不掉的，怎么会恩断义绝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很难说，你想想，我们去宁府，我们见到宁采臣，提到聂小倩的时候，比陌生人还不如。我担心，将来宁采臣一定会另娶的，就不知道到底谁是新娘。哼，这个呀，你就不用费脑子了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小倩受了冤枉，宁采臣对她心存芥蒂，这中间利益最大的是谁呀？当然是那个兔子精杜月笙了。你不要忘记，那个兔子精杜月笙啊，他一直对宁采臣心怀不轨呢。真的是杜月笙？走，让开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私宅，不许乱闯！少废话，把你们家主人叫出来见我。我家主人生病，不见外人，有什么事情我给你转达。你算老几呀？敢替本大爷我转达？赶紧把他给我叫出来，不然的话，哼哼，把你这个宅子砸得稀巴烂！我家主人真的生病了，大爷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少废话，住手！少夫人，少爷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些人，你就是主人，在下正是。正好，老子找的就是你。你们私闯民宅，威胁主人，这是犯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犯法？告诉你，老子我就是法。识相的，赶紧把轩辕神剑给我拿出来，否则的话，一刀一个，送你们去见阎王。宁家的先祖的确是铸剑师，可是到了家族，就已经不会铸剑了。所以说，别说藏神剑了，就连藏剑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没有了？姓宁的，你别想骗我们，我们继续搜。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个本事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慢着，月영姑娘，让他们搜。啊！兄弟们，搜！走！那边走！打！采臣大哥，我能对付他们。宁家早就已经不是铸剑世家了，就算他们翻个底朝天，也找不出神剑来。再说了，我不想让你这样去冒险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那还了得？那就让那些混蛋嚣张乱来吗？你也看出来了，就让他们搜一搜，搜不到，他们自然就会死心离开。再说了，这帮混混一看都是死心眼，如果要是不让他们确认宁家无神剑的话，
那他们天天都会来的，到时候宁家可就无安宁之日了。不行，这帮混蛋！月容姑娘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就不要再生事端，自找麻烦了。这一波是大不了事了，万一再来一波怎么办？还让他们胡闹吗？他们徒劳无功，别人也一样，久而久之，自然就会平静下来。不可能！轩辕神剑的诱惑力那么强，但凡听说的人都会心生贪念，想要据为己有。宁家曾经是铸剑世家的背景，外人都知道。只要轩辕神剑一天不出现，宁家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。你今天的态度，只会助长那些混蛋的歪风邪气。你说，宁家怎么可能重回安宁？彩晨大哥，你相信我，妥协不是办法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件事情太复杂了，我得想一想。不如我们搬到月容雅居暂住，回避乱世如何？这个也好，那就打扰你了。你我情同手足，你去小住就如同回家一样，说什么打扰呢？那你先去休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原本少爷和我打算和大家一起安安生生的过日子，可是没有想到，这轩辕剑给大家惹来这么多麻烦。少爷生性喜爱清静，不愿和那一帮人计较生气，所以我们决定暂时离开宁府，回避乱世。你们都是跟过老夫人的，少爷希望能够妥善安排你们日后的生活。这是他给你们的安家费，陈管家，给大家分一下吧。等事到安宁了，到时候少爷就会回来的，我们再把大家一一接回，好吗？少夫人，请转告少爷，多保重啊！少爷保重，少夫人保重。我一打小就跟着少爷，一步都没离开过。都是那个杜月容，他使得坏，怂恿我们家少爷离家出走，不让我们这些下人在宁府待着，把我们赶出宁府。什么？书呆子他离家出走了？嗨，你们都被赶出来了呀？这就奇怪了。宁公子一向待你像亲兄弟一样，他怎么舍得弃你而去呢？都是因为那个杜月容使坏呀！说什么回避风头，回避风头，呸！你看你这样，这么大的个子，几百斤，这么没出息，有什么可愁眉苦脸的呀？赶出来不就赶出来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四海为家，给人当奴仆，感觉那么好啊？你不能这么说呀，老人家，我们家少爷对我好着呢。一提起我们家少爷，我就想他了。也不知道这些日子过得好不好，吃的好不好，穿的好不好，也不知道那个杜月容对他好不好。哎，这个你放心好了。我可以肯定，那个杜月容肯定对宁公子不会亏待的。哎，大木头，这么说来的话，那你做的那个怪梦还真是有寓意啊。按照这样来看，杜月容种种安排，不难看出他对那个宁采臣啊贼心没死。哼，时间久了他扛不住了，他的兔子尾巴露出来了。你做了什么梦啊？先不说怪梦了，关键是现在。我觉得最可怜的是小倩，你说她付出了那么多，到最后落下这个结果，哎呀，真是枉费她一片真心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你说你们家那个书呆子，他是不是眼睛瞎了？怎么会跟杜月容在一起啊？这我早就说过，杜月容这个兔子精啊，她一肚子坏水，她就没安过什么好心。我多次提醒你们，让你们注意啊，你们就是不听啊！喂，你什么时候提醒过？马后炮！哼！哎。我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，那天我们家老夫人在祠堂遇难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些奇怪啊。奇怪？你说？我们家少爷一直说小倩是凶手，但是小倩姑娘剑上并没有血迹啊。真的？是啊，
那天我跟少爷走进祠堂的时候，见到我们家老夫人身上有伤，但是如果要真是小倩姑娘干的，那剑上应该全是血呀。只不过那个杜月笙把矛头直接指向小倩姑娘，一会儿说什么狐狸毛，一会儿说什么狐狸爪呀，但是小倩姑娘她就是不辩解呀。我也不知道小倩姑娘为什么，难道她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她为什么不给自己辩解呢？小倩一直未对此事做出解释，也许当中有什么内情。你说小倩为什么要隐瞒着呢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别猜来猜去了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去找小倩。小倩，你快告诉我们，老夫人遇难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四儿说他明明没看见你剑上有血呀。这么说你是清白的，可你为什么不解释呢？余生姑娘，我求求你不要再追问了。这一切都是我命中的劫数，我该当受此磨难。既然在这件事上宁采臣不肯相信我，再追究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真的不想再提他了。小倩，话不能这样说呀。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只是一直找不到有力的证据。可现在好了，有小四儿，小四儿可以为你作证。虽然还不能彻底还你清白，但至少能够让宁公子情绪缓和一下，冷静地思考一下。可是小倩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你看你，哎呀，这什么态度啊！我说你啊，我今天说什么也得给你上一课。宁小倩，你想想，想当初我在狐狸洞里面，在兔子窝里面，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啊？我说你跟宁采臣是人妖不同命，殊途不同归，不能够结合啊！你听了吗？你不听啊！好家伙，这往宁采臣身边拼命的钻呐，去黏糊呀！现在怎么了？受了这么一点点挫折，你就扛不住，你就想逃避，你就想放弃啊？啊！聂小倩呐，你真的不应该去招惹，去诱惑宁采臣呐！前辈，我说错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宁采臣是属于我们人类的，你是个妖精啊！我们人类对你们妖精都是不太了解的。所以说，一旦有人从中使坏，宁采臣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呀。这个你心里应该是很清楚才对呀。啊，你当初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啊，不择手段的把宁采臣给搞到手，啊，现在说散就散，说分就分，说扔就扔，说逃就逃，啊，这难道就是你们这些狐狸精惯用的伎俩吗？前辈。没用的。你的激将法对小倩来说太肤浅了。你瞧瞧，哎呦！小倩，这段时间你潜心修炼，可能有所不知。最近，在江湖上出现了一股寻找轩辕神剑的歪风，宁家世代铸剑，因此也受到牵连。听说有很多的江湖浪人，还有妖界的小妖，纷纷到宁府去骚扰寻剑。杜月笙和宁公子为避混乱，就将宁府所有的家丁全部都遣散了，然后二人双双迁到月容雅居去了。是啊，小倩，杜月笙那个兔子精，她一向心怀鬼胎，咱们都知道的。如果她跟宁采臣在一块儿的话，那可不是件好事啊！够了！小倩，你们都别说了，我不想听，我真的不想听。哎，小倩，小倩，你去哪儿啊？小倩，哎，这小人，你们看，小倩连她最珍爱的木头娃娃都扔了，看来她真想放下这段感情了。真是物是人非，想不到短短1年间，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变故。想当初，你我和小倩
再次相知相遇，仿佛就像昨天一样。那时候，我们还以为会一直快乐下去呢，没想到，如今竟是这般田地。别说了，月容姑娘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还提它干什么？算了吧。彩晨大哥，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娘她生前一直希望我能够金榜高中，我想借着你这清静，用心苦读，希望他日能够考得功名，以安慰我娘的在天之灵。娘若知你此时心意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可惜我悟得太晚了，让我娘伤心。我真是不孝啊！真他娘的晦气！忙活了半天，啥玩意儿都没捞着。哎，都怪咱哥们晚到一步，想来啊，有好东西被别人拿走了。用啊用啊！哎，吃！你们说这姓宁的躲哪儿去了？怎么说没就没了？我猜他肯定是心里有鬼。这个宁家的后人宁采臣啊，跟随兔子精杜月笙，宁采臣带着神剑躲起来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来，哥几个，为何我到哪里都摆脱不了宁采臣这3个字？真是阴魂不散，怎么忘都忘不掉。只有他们2个人，也没有外人帮忙。怎么样？咱们今天晚上就去夺剑吧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对，月容雅居，是啊，就是月容雅居，是吗？行，我听说是月容雅居。我去过，哎，你去过？那今晚你带路啊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彩晨大哥，你小时候很喜欢过节，对不对？因为过节的时候，你可以尽情燃放烟花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是娘告诉我的。她老人家还说，你平时是很乖的，可一到过节的时候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是啊，我还记得，当时我藏了1书包的烟花，在花园里偷放，结果乐极忘了形，把整个书包都给烧了。后来爹娘抓到我，没有打我，也没有骂我，而是罚我把书包里的书全都抄一遍，问我知没知错。你猜我是怎么回答的？不知道。我说，孩儿知错了，以后不会放那么多书在书包里了。月容，谢谢你，幸好有你提醒，我方能想起童年旧事。想当初，我和我爹娘在一起的日子是那么无忧无虑。如果要是能回到从前，该有多好啊！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心事了。谁？聂小倩，我知道是你。没想到你这么心狠手辣，杀了我娘还不够，你这样鬼鬼祟祟，难道想伤害彩晨大哥吗？小倩，杜月容，你心虚什么？你在害怕什么？是不是心中有鬼，做了亏心事？怕宁采臣迟早会发现啊！我有什么可心虚的？这个就得问你自己了。杜月容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你在做，天在看呢。小心种下的恶因，到最后，还是得由你自己吞下那恶果。